大家都話可以躋身 TVB 愛回家劇組嘅演員，呢一世基本就穩陣啦，唔使跑外景，全年穩定有工開，係公認嘅養老終點站。但現實真係有咁溫情咩？隨住劇集正式敲定停播，大家咁先睇清啊！呢個人人都羨慕嘅避風港，其實係個困死無數人嘅溫水牢籠。最諷刺嘅係嗰啲死守劇組以為可以安穩養老嘅人，最尾等翻嚟嘅係一夜之間飯碗被坑，甚至被當作棄子掃地出門。而當年嗰啲無故被雪藏、俾高層逼走、俾早早踢出局嘅人，而家反而逆風翻盤，成為咗真正掌控人生嘅贏家。呢一場長達10幾年嘅留守同埋逃離，到底又藏住點樣殘酷嘅生存法則？走得早嘅人究竟有幾咁清醒呢？大家好，我係阿 Wing， 今日我哋唔講合家歡，嚟傾一傾嗰啲被愛回家放生嘅港星，佢哋而家嘅現狀究竟如何呢？1. 鄭世豪被 TVB 壓價羞辱，果斷放手後逆襲成老闆。提起愛回家當中最出圈嘅支線角色，細龍生絕對係穩居前排。一身西裝、囂張浮誇嘅豪門少爺做派，搭配住同細龍太嘅歡喜冤家 CP， 熱到常年碾壓主線劇情，係成部劇嘅流浪擔當啊！觀眾亦都默認佢係劇組元老級嘅常駐，挨咗20幾年啦，穩穩揸住 TVB 嘅穩定資源，係穩陣嘅養老配置。但係冇人相信佢會主動放低呢一嚿人人都眼紅嘅肥肉。其實真正逼走佢嘅係 TVB 極致嘅壓榨同埋唔尊重。續約期高層大幅壓低片酬，削減常駐演員嘅資源同埋戲份，待遇斷崖式下跌。最令佢寒心嘅係自己離巢嘅重大決定，並非本人官宣，而係俾同劇演員隨意泄露。20幾年嘅誠懇深耕，連一場體面嘅告別都得唔到。睇透咗大台涼薄本性嘅鄭世豪，徹底斬斷劇組基本，唔再被細龍生嘅喜劇人設捆綁。佢精準布局副業，開辦音樂學校，承接企業演講培訓，開設演藝課程，事業版圖快速擴張。如今網友喺馬來西亞偶遇嘅佢，神態鬆弛，氣場沉穩，早已經褪去咗劇中浮誇張揚嘅少爺氣質。人哋死守劇組，等住劇集停播，前路迷茫，佢提前跑路，真係活成咗真正嘅掌控人生嘅贏家啦。2. 蘇允之零黑料無故被雪藏， TVB 強行換人引眾怒。洪心如嘅被逼離場係愛回家10幾年最令老粉意難平嘅黑幕。作為洪家正統嘅義女，佢演技自然，路人緣極佳，拍戲經驗零翻車，私生活零黑料，全程踏踏實實拍戲，冇任何過錯。但劇組莫名流出大量嘅黑通稿，惡意造謠佢拍戲遲到、態度散漫、耍大牌，全網抹黑謾罵鋪天蓋地。面對全網非議，蘇允之冇高調賣慘辯解，直接晒出厚厚一沓寫滿住密密麻麻批注邊角都翻爛嘅劇本，用實打實嘅敬業細節自證清白，狠狠咁打面所有嘅謠言。但係 TVB 早已經打定換人主意，無視真相，無視觀眾情懷，直接用一句輕飄飄嘅出國考察，徹底抹除洪心如呢一個核心角色。更加殘忍嘅係劇組無縫銜接新人古佩玲，一步步鋪墊劇情，令到新人融入洪家，搶佔聚餐思維，發展感情線，全方位咁頂替洪心如嘅人設同埋位置，刻意抹去佢嘅存在過嘅所有痕跡。2024年蘇允之正式離巢，直言唔願意一世人都困喺一個固定嘅角色裏邊，離開咗 TVB 嘅舒適圈佢接演高質感嘅舞台劇，嘗試小眾嘅優質作品，哪怕偶然需要兼職補貼生活，遭遇行業拖薪，但係亦都算係徹底擺脫咗俾平台隨意拿捏、俾劇本肆意刪除嘅被動命運。3. 古佩玲全網唾罵嘅硬捧新人，實則只係替罪羔羊。新歲數頂替洪心如上位，令古佩玲常年背負關係戶硬捧、鳩佔鵲巢嘅罵名。
俾無數觀眾抵觸吐槽多年。但好少人知道佢由頭至尾都係 TVB 劇本套路嘅無辜工具人。佢啱出場嘅時候呢，只係戲份寥寥嘅補習老師，毫無存在感。所有嘅加戲、台位、捧資源，全部都係高層嘅刻意安排。劇組一邊靜雞雞咁刪減雪藏洪心如嘅戲份，一邊呢持續俾古佩玲加碼，強行將佢抬入洪家核心圈層，塞入主題曲封面，量身訂製感情線。觀眾嘅憤怒從嚟都唔係只係針對古佩玲本人，而係反感 TVB 毫無底線嘅操作，無視觀眾10幾年嘅情懷，唔等舊角色體面告別，強行就替換核心人物，用老粉嘅意難平捧新人，刻意製造話題，收割熱度。最諷刺嘅係，事後劇組仲特登加拍自嘲劇情，安排紅樹根誤會深歲數鳩佔雀巢。最後輕描淡寫咁化解矛盾，試圖洗白呢一場強行換人嘅爭議。呢一套欲蓋彌彰嘅操作，反而令到觀眾徹底睇清，所謂嘅誤會由頭至尾都係高層布局好嘅替換劇本。4. 黃耀煌16年龍套捱出頭，俾離譜劇本親手毀咗爆紅 CP。黃耀煌係千萬萬 TVB 底層綠葉嘅真實縮影，整整16年，佢跑遍咗大小龍套，演盡無名路人甲，面熟全網，但係呢又冇人知道佢叫咩名。直到保安張龍一個角色上線啦，溫柔老實、專一顧家嘅接地氣人設，搭配同 Rebecca 嘅甜寵姐弟戀，令佢徹底出圈。呢對 CP 憑借住真實自然嘅氛圍感，圈粉無數，成為劇集後期最頂流嘅感情線。全網觀眾都喺度等緊兩個人求婚、大婚、圓滿收官。就喺人氣最巔峰、事業啱啱睇到曙光嘅時候，劇組突然之間空降毫無鋪墊嘅離譜劇情，憑空俾張龍安上咗3000萬巨額債務。呢一筆突如其來嘅荒唐欠款直接壓垮咗人物人設，強行拆散全網大熱 CP， 冇和解，冇告別，冇收尾，簡簡單單送走咗呢一個食賺咗10幾年好感嘅角色。10幾年蟄伏捱出頭，卻抵唔過編劇一筆隨意改動。心灰意冷嘅黃耀煌果斷離巢，用親身經歷撕開娛樂圈綠葉嘅無奈。底層演員嘅走紅全靠運氣，隕落只需要編劇一句說話，永遠握唔住自己嘅演藝結局啊。5. 周少廷不懼封殺，當眾手撕 TVB 職場內鬥黑幕。TVB 演員離巢大多會選擇體面收尾，感恩栽培，祝福劇組，冇人敢公開撕破面嘅，唯獨周少廷。哇！夾硬發文手撕 TVB 內部亂象，徹底掀翻咗大台嘅溫情遮羞布。科班出身嘅佢橫跨演員、主持、男團多個領域，外形、實力、禮力樣樣打得。佢飾演嘅革明星市井鮮活，靈氣十足，辨識度拉滿，原本大有可為。但係喺 TVB 佢常年遭遇到資源傾斜不公，被迫接受各種邏輯崩壞、人設離譜嘅劇本，毫無話語權。離巢長文裏邊，佢毫不避忌咁直言 TVB 嘅職場內鬥、人情傾軋，比劇本演繹仲要荒誕離譜。多年以嚟佢只能夠靠住職業素養，夾硬啃低所有唔合理嘅安排，用微笑嚟掩蓋無奈，任由自己嘅靈氣同埋機遇被慢慢消耗。佢同黃耀煌兩位新生代實力派接連出走，亦都印證咗殘酷嘅現實。愛回家早就已經唔係新人練兵場，只係剩低無盡嘅內耗同埋資源壓榨，留得住人嘅青春，留唔住想要成長嘅年輕人。6. 杜大偉劇裏卑微受氣包，劇外逆襲商會大佬吊打同行。成部劇最極致嘅反差逆襲，當屬杜大偉。劇集裏邊嘅關彼得係實打實嘅底層窩囊打工人，膽小懦弱，趨炎附勢，喺辦公室常連睇人面色，小心翼翼。最後仲要俾劇組刻意發配屯門貨倉，落拍又委屈，受盡角色嘅氣。但係現實當中嘅杜大偉頭腦清醒，極具商業遠見，
從嚟都冇將演藝當成唯一嘅出路。拍戲之餘，佢仲默默深耕副業，先後佈局咗火鍋店、廣告公司、茶餐廳等多個賽道，生意遍佈粵港澳多地，憑實力逆襲成為商會副會長。同其他演員離巢就焦慮無戲可拍、無工可開唔一樣，杜大偉離開愛回家，徹底放開手腳，全身心投入經商事業。人哋仲喺度靠住劇組施捨戲份謀生，佢早已經跳出演員嘅底層圈層，活成咗真正掌控財富同埋人生嘅贏家。七、秦啟維睇透電視台興衰，拒絕躺平內卷，主動破局。深耕娛樂圈數十年嘅秦啟維係圈內少有嘅徹底睇透行業本質嘅聰明人。佢親眼見證亞視由巔峰輝煌行到徹底沒落，深諳電視台嘅流量泡沫都係虛嘅，安穩只係暫時嘅假象。佢飾演嘅吳世力接地氣有煙火氣，係成部劇裏邊最貼合基層大眾嘅角色，亦都係佢入行以嚟最出圈嘅熒幕形象。即使靠住呢個角色穩穩紮緊熒幕，收入穩定，佢亦都從未沉溺舒適圈。佢清楚港劇市場逐年萎縮，處境劇演員最容易俾人設固化，慢慢淘汰。於是佢提前佈局轉型，主動北上開拓網劇市場，開設演藝工作坊，授課帶新人，將幾廿年嘅演藝經驗轉化成長期可持續嘅事業。當一眾同行仲喺度被動咁等劇本、等排班、等機會，佢早係已經跳出劇組內卷，開闢出全新嘅人生賽道。八、陳偉琪一手爆紅王牌，俾自己徹底打爛。細龍太絕對係愛回家最可惜嘅爆紅角色之一啊！刁蠻鮮活、敢愛敢鬧嘅性格，搭配住細龍生嘅歡喜冤家組合，承包咗劇組大半嘅熱度，人氣碾壓無數嘅主線主角。原本前途一片光明，手握頂級流量角色嘅陳偉琪，本應該順勢飛升，穩步出圈，卻因為接連嘅負面風波，徹底斷送咗演藝路。醉駕爭議、夜店同外籍人士親密互動等等嘅醜聞接連曝光，徹底觸碰咗 TVB 合家歡正能量嘅底線。高層震怒之下，直接下令冰封角色，無限期雪藏。劇裏邊只係用一句輕飄飄嘅出國散心，就徹底終結咗呢個高人氣角色，唔俾任何嘅回歸餘地。陳偉琪最終都係黯然離巢，徹底告別 TVB 熒幕。如今嘅佢改名陳思琪，轉型時尚 KOL、豎琴老師，仲自創品牌銷售衛生巾，生活都算係安穩富足，但係就再都返唔返影視圈啦。九、黎彼得老演員大病堅守，換嚟 TVB 最涼薄嘅敷衍。早年愛回家嘅靈魂同溫度，全靠住茶餐廳大四喜組合支撐。黎彼得飾演嘅爆叔更加係無數老粉嘅童年情懷，溫暖治癒，煙火氣十足，係成部劇嘅底色擔當。年事已高嘅黎彼得做完心臟大手術之後，一直安心休養，靜心調理，滿心期待康復之後可以回歸劇組，繼續完成拍攝。佢以為自己嘅元老身份，多年嘅堅守，總係可以換得返一絲基本嘅尊重。但係娛樂圈最現實嘅就係人情冷暖，行業從嚟都唔等人嘅。休養期間，佢嘅角色直接俾各組各自作廢，冇復工通知，冇角色保留，亦都冇任何安撫。手停口停嘅老戲骨，因為無戲可拍，陷入咗嚴重嘅經濟困境，最後只能夠靠住黃宗澤、劉鑾雄等圈內好友私下接濟度日，晚景淒涼。而 TVB 對呢一位功勳老演員嘅收尾，更加係涼薄到極致啊！一句荒誕嘅中馬票環遊世界，輕飄飄送走陪伴觀眾多年嘅經典角色，冇告別嘅氣氛，冇致敬彩蛋，冇半點情懷，徹底寒晒所有老演員嘅心。十、張明偉拒絕做一世人嘅喜劇小丑，跳出劇本，活出自我。佐治係愛回家前期嘅快樂擔當。神經質、跳脫搞笑嘅補習社青年形象，承包咗成部劇嘅笑點啊！但呢一份觀眾嘅快樂，卻係捆綁張明偉嘅枷鎖。
長期固化嘅喜劇工具人人設，令到佢徹底被標籤化。觀眾呢永遠只係記得佢搞怪耍寶，卻睇唔到佢嘅演技潛力。戲路呢俾死困死，永遠只能夠演住邊角搞笑嘅配角。唔甘心俾劇本定義一生嘅張明偉果斷離巢，徹底跳出影視圈嘅桎梏，深耕自己熱愛嘅音樂領域，組建獨立樂隊，專注原創創作。褪去熒幕小丑嘅濾鏡之後，佢健身塑形，沉澱自我，經營生活。2026年3月，張明偉向交往多年嘅女朋友許以容浪漫求婚，女仔係李麗珍嘅女，兩人計劃2027年舉辦婚禮，祝福。孟希倫大病熬8年透明人，耗盡青春果斷離場。Laptop 係愛回家最殘忍嘅透明角色，堪稱劇組工具人嘅天花板啊！常年固定喺 IT 部嘅工位，需要嘅時候呢湊2句台詞，唔需要嘅時候呢全程隱身，就好似一件唔識講嘢嘅道具，毫無存在感。孟希倫出身演藝世家，外形出眾，功底紮實，原本可以駕馭更多嘅優質角色，卻喺呢部劇裏邊俾白白埋沒咗整整8年。更加令人動容嘅係，佢常年飽受雷諾氏綜合症嘅折磨，常年大病堅持拍戲，從未請假，從未抱怨。8年嘅隱忍堅守冇等返嚟一次高光戲份，一次人設突破，只有日復一日嘅消耗同埋透明。心灰意冷嘅佢，最終選擇釋然離場，主動為呢個無名無姓嘅工具角色畫上句號，告別白白耗費嘅青春勞碌。12. 阮正峰力捧新人，比慢慢冷落，捱到無戲可拍，靜靜退場。遲子孝係劇組重點孵化嘅後生男主，開局起點極高，同洪心如、Lisa 嘅三角戀情熱度爆棚，少年人設陽光討喜，人氣一路飆升，係實打實嘅新生代潛力股。但係隨住劇集迭代，劇組開始刻意邊緣化老角色，捧新人同埋出新線。阮正峰嘅戲份被一刀刀削減，劇情反覆用出差為由令佢憑空消失。曾經嘅核心男主一步步淪為可有可無嘅背景板，曝光度、收入、資源全部斷崖式下跌，冇嗌交、冇矛盾、冇黑料，佢只係俾日復一日嘅冷落同埋消耗，慢慢磨平咗所有期待，最終悄無聲息咁樣離巢，被觀眾慢慢遺忘。佢嘅經歷直接督穿咗 TVB 新生代留唔住人嘅真相。新人再紅亦都抵唔過劇組嘅資源傾斜同埋資本運作。13. 鐘海琪靠被醜化取笑換熱度，離場後終獲體面人生。錢美麗由登場到退場全程都係劇組嘅笑點工具人，劇情刻意放大佢嘅外形短板、性格缺陷，靠調侃、取笑、醜化佢嘅人設製造笑料，消耗演員本人，博取觀眾歡樂同埋劇集熱度。觀眾睇到哈哈大笑啦，但係就冇人在意演員常年頂住全網嘅調侃，惡意非議拍戲，默默承受住無數嘅負面評價。後期劇組又草草安排佢遠赴日本學取，簡單終結角色，冇任何嘅收尾同交代。離開娛樂圈嘅鐘海琪，終於擺脫被消費、被醜化嘅宿命，轉行成為日文老師，終於唔使再刻意扮醜討好觀眾唔使靠住被取笑換取曝光，安安穩穩做翻真實嘅自己，平淡安穩嘅生活都遠比熒幕嘅虛火更加幸福啦。14. 何艷娟戲內平平無奇小配角，戲外上演豪門傳奇。何艷娟頂住港姐季軍嘅高顏值光環入行，喺《愛回家》當中飾演富家女農作物，角色平平無奇，毫無記憶點。捱咗咁多年始終冇辦法可以靠拍戲出圈，但係佢嘅現實人生又遠比 TVB 嘅劇本更加精彩傳奇。2018年，佢高調官宣嫁俾年長數十歲嘅澳門富商。懸殊嘅年齡差距、頂級豪門背景，瞬間引爆全網，霸佔各大娛樂頭條。
就喺所有人都以為佢將會安穩嫁入豪門，衣食無憂，呢一段轟動全網嘅婚姻只係僅僅維持咗1年就倉促落幕。網傳佢離婚之後斬獲巨額嘅贍養費同埋多套核心物業，直接實現財富自由。如今嘅佢徹底告別演員身份，常年旅居各地，生活精緻富足，活成咗真正嘅豪門名媛。當其他同劇演員仲喺度為住拍戲搶資源、生計奔波焦慮，佢早已經跳出娛樂圈嘅底層內卷，靠住自己嘅人生劇本完成終級逆襲。阿 wing 講呢啲，愛回家停播，數10位演員何去何從？如今愛回家正式宣布停播。TVB 娛樂新聞台已經報道啦，公司會籌備全新處境劇，但而家仲未公開劇名、完整嘅陣容同埋開拍安排。不過最實際嘅問題就係新劇唔等於原班人馬過檔。滕麗明已經喺直播裏邊講得好直接啦，新處境劇應該冇我份，仲透露自己接落嚟應該會去馬來西亞拍電影。劉丹就笑住話啦，對新劇有興趣，仲要叫同事要積極揾撈。呂慧儀話仲唔知道拍到幾時，亦都希望新處境劇可以再合作，仲提到想試下演衰人。可以睇得出愛回家一停，唔少演員唔係馬上都有新戲接，而係要重新等公司安排，等新劇角色，等自己有冇位坐。其實呢一部演盡人間團圓煙火嘅劇，從嚟都冇溫情嘅江湖，佢用無數演員嘅離場證明，娛樂圈終究都係殘酷嘅。好啦，今日嘅影片就到呢一度，大家有啲咩諗法？歡迎留言一齊傾一傾喎。